当时我认识的跟我是个学校差不多的同学，好多都去加州了。加州环境好，东北冷啊。这也挺热。我们刚好是最热几天过来。美国也有人踢足球，我以为他们只打橄榄球的。管理员他为什么要收费？是吗？拍一下。我往前走啊。戴英怎么在这儿？啊？佩服戴英不是在加州吗？这儿地铁贵吗？应该挺贵的。这电梯有点可怕。是这吗？哦，不是，我们是去比耶纳了吧？是比耶纳吧？我们去的是比耶纳吧？哦，来了来了。都可以坐吧，应该这里就3条线吧。我们都可以坐，应该。这一站明明还没造好，他怎么能这样说？
哎，这个怎么这么高级啊？它两个方向不在一起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找一下那个。你有看自动扶梯牌子吗？可以带到起点。回去化个妆，没有化妆不需要化妆。而且我其实他剃平头，其实我是想明白了，因为没有多少人会来看我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。什么海神？我说海神吗？还是海神 Marvin？ 绿油的。为什么这里叫 Marvin？哦，我今天早上看到那个 Trump 发那个 ins 了，就是那个 P 图，格陵兰造了一幢 Trump 什么 hotel 就是，但是那个是 P 图 P 出来的。
我手好抖。这个贼帅！我们是在楼上是吗？对。哎我。我看到了。他现在球在这儿，然后他可以跑到2垒，他没有，他就回到1垒。不，我再想想哪里可以看到，为什么这个会有南越国旗？